等于安尼，咱知咱阿爸咧画图的时阵啊，这个色甲这个色，哥哥就是这个色，好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练灯》。大家好，我是边。大家好，我华视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。啊，10月这个月吼，一万年个过去啊。是啊，我感觉你足痛的，你痛啥？因为10月咱台北佫有一个足大的游行佫活动哦。哎呦，游行，听讲伫咱公司的附近要举办，是啥物游行？安尼遮尔啊隆重？就是冬至大游行。哦，耶！讲到这，你足欢喜的就对啦。无啦，因为迄天其实我要去趁钱。哦。因为我帮我一个朋友啦，去摆摊。哦，去摆摊。帮伊卖物件。要卖啥？卖一寡，例如讲迄个别针啊。哦，冰针。册啦。册，哈。伊是一个插画家。哦，插画家。所以我刚好要去趁钱。啊，你是为着你是欢喜要去趁钱，还是欢喜有这个活动的举办？拢有欢喜有这个活动，会当互我有钱趁。有影啦吼，因为这个冬至大游行，咱的这个同性婚姻合法的这个专法啦，已经通过1年嘛。啊，咱之前嘛有讲过几哪届有关这个性别平权，吼，而且相关的议题，咱嘛拢有讲过几哪届。但是这个议题也是真值得咱大家继续来探讨。那呢，这届这个冬至大游行有啥物主题无？这道的主题叫做成人之美。啊，听讲这届这个游行会叫做成人之美吼，一个上届大的原因，咱的冬至大游行举办到今年第18届啊。是。那当初第1届参加遐囡仔嘛拢大汉啊，所以这个成人之美，我感觉啦，可能2个意涵，有2个含义就对。第一，18年前遐囡仔拢长大人咯。所以当大人就成人啊嘛，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成人之美就安怎有一种成全你，对，成全别人的好代志。所以你既然是同性恋，就是咱都男性爱男性，男性爱男性，女性爱女性，咱都爱有成人的美德就对，咱要互相尊重啦。像讲一定爱。查甫甲查某才是一对，查甫甲查甫嘛使一对，查某甲查某嘛使一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咱讲到游行这件代志吼，其实我感觉啊，前几年的游行吼，拢有10万人以上的人来参加。对，但是今年足可惜，可能会减变少一点啊啦。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，所以外国人无法度来。对，若要来。可能就麻烦，所以今年可能会来较少人一点点啊，因为外国人会较少。对，无要紧，咱鼓吹咱家己人来参加，对，嘛到10万人，安尼讲好唔好？哦耶！其实吼，我感觉吼，咱台北的游行办到即马18档啊，这18档内底变成一个国际拢会关注的一个游行，对，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成功的代志。无唔对，系哦，所以咱台湾真正是一个足开放、足民主的一个社会。是，你像讲你即马伫泰国啊，嘛咧控制，对，学温嘛。可能伫法國你嘛无法度像安尼。足侪人诶，伫咧街仔头顶悬游行，因为因的疫情拢非常的严重。是啊，咱台湾是算了防疫做了真好，真稳定。所以国家举办这个类似的活动，譬如讲一寡演唱会，为月中嘛开始啊，一场接一场，一直到明年诶。我看演唱会行程吼，你哦，排满满。你哦，你逐场拢要去看？无啦，因为有的人是。我朋友出啦，我其实较无钱啦。你甲骗。咱今仔日主要吼，来介绍同性恋其实有伊代表的旗啊，一般咱若讲到这个冬至的运动，咱拢会想到一个彩虹旗，轻旗就对，彩虹是轻嘛，对，轻旗嘛，你来讲。我来讲，你应该较知哦。这个轻旗的由来，伊这个旗吼，伊本地有8个色水，
啊，这个八个色水后来慢慢啊变成咱即摆看到的六个色水。哦，对，啊，这个是一个美国旧金山的一个议员，嘿，伊设计。哦，伊本身嘛是一个同性恋。哦，对，这六个色吼，嘿，伫咧台湾有家己。家己咱台湾人，好嘅意义对，甲美国无共款就对啦。甲美国无啥共。哦，这两种性水是咱台湾人好嘅意义，好来。第一个红色代表的是性，性红色嘅代表性，性爱，嘿，性爱，柑仔色，柑仔色代表力量，力量，是，柑仔色是力量，过来，红色代表希望，哦，红色是希望，是，绿色代表自然，哎，绿色是自然，啊，搁一个空色，空色代表自由，空色代表自由，嘿，啊，最后一个，嘿。紫色就是艺术，叫我色的意思就对啦。艺术哦，这就是咱台湾和这个庆忌这六种色水的意义。哎，这样真有意思呢吼。是啊。所以这色不是黑白母的呢，不是黑白插的呢，每一个色水都有伊的意思呢吼。到最后变成咱看到这六个色水。哦，这个这是咱代表男同性恋的庆忌。哎。啊，那呢有代表女同性恋的无？当然嘛有。哦，安尼哦，吼。爱平权。好。对。好爱平权，嘿，性别平权嘛，嘿。啊，女同性恋呢？女同性恋啊，其实吼，你甲看吼，咱小编会帮咱。伫遮。嘿。伫遮。哈哦，这就是女同性恋的。哦。好。伊其实吼，你女同性恋的记个看法吼，伊就是做侪紫色。整个伊的色水，伊的渐层，伊就是渐层的。为深甲浅，安尼一层一层落来。哦。啊，其实吼，伊一开始设计的版本，伊佫有一个NG印伫顶管。哦，春印就对啦，嘿。春印。第一个浸伫喺面顶安尼哦。对。要毋过即马是无。现在无啊，大家常常看到的是无的。哦，无的哦。啊，有男同性恋，有女同性恋，啊，佫有一种双性恋。哦，双性恋吼，就爱讲，伊其实双性恋伊的意义就是讲，你会当介意查甫，你嘛会当介意查某，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，伊可能是两项拢会使。哦。嘿，所以啊，伊就是顶管。是粉红啊！无过阿公阿妈还讲有点混乱哦。我是查某，我会使介意查某的，啊嘛当介意查甫的，安尼就对。嘛爱尊重，爱祝福啦，哈。所以顶管是粉红啊色。粉红啊色。对，下骹是蓝色。哦，代表双性就对，双性恋的一个代表安尼就对啦。哦，这是因旗仔代表，就像安尼。好。啊，中的。中国有哦，安尼，中的色是紫色。哦，叫我色就对啦。融合的意思。哦，等于安尼，咱知咱阿爸咧画图的时阵啊，这个色甲这个色，哥就是这个色。好。好，过来，除了这个双性恋，还有一个下性别。你先介绍一下啥是下性别？有下性别意思就是讲吼，有的查甫感觉伊家己是查某。虽然咱是，譬如讲我是查某身，但是我感觉我是男性。是。啊，譬如讲你是查甫身，你是感觉你是女性，这叫做下性别。有的是真正是去，真正有去做一个身躯顶这个。身体改造。哦。来旗仔吼，就是下性别的旗仔咧，中是白色。啊，顶管是一个水蓝色，啊，搁一个水红啊色，啊，搁一个水红啊色，啊，搁一个水蓝色，哦，了解。要毋过吼，咱看到迄个下性别，有当时啊，伊伫社会中，受到的迄种误解，啊，别人的批评。无知的批评是上侪，对，像伊有一个歌手，伊是这个主唱痴情大西港，伊叫做唐飞，啊，伊本身是查甫的，伊本身是查甫的，但是呢，伊为着要甲因老爸幸负债，所以伊出来唱歌，啊，伊出来唱歌吼，其实伊本身毋是讲想要去变做查某的是。迄个乌道的嘛，足可恶的，硬甲压去，互变成做查某的，因为要互唱歌嘛，所以伊为着要甲因老爸
这个行这个负责有无吼？啊，所以伊的这个乌道就强迫伊爱去变做女性。听讲伊最后佫因老爸赶出门。系啊，我讲因老爸嘛真害啦，为着要替伊身躯负责，才是变做查某甚至佫共赶出去。是啊，这老爸是足无理解。是啊，咱讲到下性别，咱台湾的政治人物来。有一个是最近讨论到上悬的，这大家拢知。唐凤。对，唐凤，哎呦，那他拄好叫唐凤，啊，你拄好讲好叫唐飞。哎呦，两个无共人哦，一个是足有名的歌手，唱歌，一个是头壳足好的政务员。哎，伊嘛是吼，伊嘛是伊本身是拢做杂物的装扮来出现安尼吼，伊伫伊的迄个自我，伊家己的资料，个人的资料内底性别，伊是写无啊，对，伊写无，伊写无，这是代表讲你唔通去在，你莫甲我限制讲我是男还是女。是啊，咱开始这时间讲这吼，咱就是要互大家希望，大家唔通搁去用你原本的眼光去看台家的人。好，好，爱。看时代进步，好，就安尼决定。后回这个时间继续去看咱的台语真练的，拜拜。啊，你即马打扮安尼嘛真杂男性化。哦，啊，我爱穿衫，爱穿查甫衫啦。哦对，其实我自细汉嘛是较男性。较男性化哦，细汉。阮小妹嘛是安尼，系啊，自细汉然后伊就戴伊头鬃，看伊安尼共款吼，短发利落安尼吼，敢若一个查甫囡仔。对啊。啊，毋过即马大汉了，变成一个较女性化淡薄。嘿妹。